葡萄牙人嚟澳門之後，澳門喺海上貿易同埋中外文化交流佔有重要嘅地位。但係隨住時代發展嘅需要，雖然海岸已經唔存在，但係呢度依然保留住濃厚嘅歷史痕跡。今日由我同建築師呂澤強先生為大家一齊介紹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嘅其中一條路線——邂逅海岸系列之昔日海岸。18世紀咧，關前街係澳門其中一個最繁華嘅街道之一嚟嘅。點解佢叫做關前街咧？以前咧呢度咧係真係有一個關口嘅，佢係咧粵海關7個總口之一，叫做咧關部行台嘅。直至今日，經過活化嘅關前街依然有住當年繁盛嘅影子，而且好適合年輕人過嚟打卡㗎。咁19世紀之前咧，由大關斜巷去到今日嘅康公廟一帶，其實都係海嚟嘅。咁喺草堆街附近咧，我哋今日咧會見到好多咧好窄嘅街道嘅。咁其實咧呢啲咧係以前嘅通去碼頭啦同埋渡口嘅一啲路嚟嘅。咁後嚟咧填咗海之後咧，逐漸起咗一啲房屋之後，咁就形成咗我哋今日見到嘅好多呢啲咁嘅窄嘅道路。康公廟咧係19世紀中期建成嘅，佢比較特別咧係門前咧有一對手工精緻嘅紅色嘅梁架，同埋咧佢門上邊咧有寫住堯天順日，寓意太平盛世嘅呢個彩門嘅。加上昔日咧廟前咧興旺嘅集散地，咁從呢啲特點咧，我哋可以咧睇到咧康公廟以前咧應該係香火非常之鼎盛嘅。康公廟供奉住康公主歲、金花娘娘、觀音菩薩等等嘅神靈，其中比較特別咧就係和合二仙，佢象徵住幸福快樂、婚姻美滿，好多人想改善人際關係都會供奉佢㗎。現時已經成為咗旅遊熱點嘅福隆新街，保存住好多青磚屋同埋蠔殼窗，係具有嶺南特色嘅建築。而喺福隆新街風月場所仲好興旺嘅年代，入邊都住住唔少嘅青樓女子，佢哋習慣會喺門口放個牌仔，示意有心入行嘅女子揾佢哋拜師學藝，而出師後咧就先可以喺青樓接待達官貴人嘅。雖然二戰之後澳門開始禁煙禁娼，呢度再冇昔日嘅風采，但係現存嘅歷史建築亦可以讓我哋一探當時嘅繁華景象。多謝晒呂生為我哋介紹咁多有關昔日海岸嘅故事，同時都歡迎大家親身體驗漫步澳門街呢條路線，邂逅海岸系列之昔日海岸。